传递旗下众艺人日前集结拍摄过年贺卡，包括眼红 TVBS《女兵日记》的鲜肉梁汉明，拥有傲人一奶的百大性感美女红糖，全台最正女团 TUD 等艺人一字排开。制作单位刻意只用红布条遮住重点部位，疑似只穿袜子的18禁尺度引人遐想。健身有成的梁汉明这次在拍摄中再度展露8块肌精实身材，甚至大方露点，让同门女艺人们看了都非常害羞。TUD 的佩欣就表示，哥的身材真的是夸张好，而且我还站他旁边，感觉很不好意思。敬轩则说，我爸都有在看《女兵日记》。看到汉明哥有一种见到明星的奇妙感觉。大师姐红糖近期瘦身有成，花了1个月的时间瘦了约3公斤。她年纪虽不敌一般年轻小妹妹，但吹弹可破的白皙肌肤及笔直双腿，外加强大气场，无不让师妹们以及现场工作人员惊呼：姜是老的辣，要多跟师姐学习。全台最正校花女团 TUD 由彭玉珍、黄怡萱、江佩欣、林敬轩组成，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她们，也献出演艺生涯首度大尺度拍摄。黄怡萱说：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穿这么裸露在棚内走动。”彭玉珍则大喊超18禁的，因为我觉得我们 TUD 就是小朋友。林敬轩则说，我觉得很像某部偶像剧的封面。江佩欣则说，感觉像没穿，但跟大家一起完成照片，觉得很俏皮。团员们近期在各领域都有所发展，怡萱接下了泰国外景主持，敬轩则参与100%诞生吧巨星录制。TUD 更已经接下大年初2在台南的公开活动，行程满满。刚加入传递不久的戏剧新人张凯艺，有时髦的韩系外形，也是各大品牌爱用的平面模特儿。他除了在 IG 上颇有人气，也时常受邀出席时尚活动。擅长烹饪的他，认真经营拍摄94主夫94主夫频道，教大家做菜。今年即将参与 TVBS 新戏《天堂的微笑》的他表示，希望今年有的电视电影作品可以与大家分享。